吳婉芳啊，其實每位參賽者咧，佢哋嘅準備功夫都十足㗎。係啊，你睇下佢哋個個都搏晒命㗎。有備而戰啊嘛。係啊，嗱，評判要喺4000幾人裏面選出100位啦，就由100位參賽者裏邊選出30位入準決賽，咁都幾傷腦筋㗎噃。唔知傷腦筋啊，直頭笑都唔笑啊，係女方笑㗎啫。幾嚴肅。有晒颱風㗎。係啊，翻屋企嚇，慢慢練。對住塊鏡啊！嘅15位參賽者呢，分別就係23號嘅許志安先生、14號嘅尹麗玉小姐、22號嘅盧超明小姐、30號黃奕先生、16號嘅白恩小姐、9號袁志偉先生、26號嘅鍾佩玲小姐、18號雷安琪小姐、4號嘅孟景明小姐、15號徐詠欣小姐、6號嘅羅艾文先生、17號黎明先生、1號嘅鄧若嫻小姐、10號袁鳳英小姐，最後一位係12號嘅文佩玲小姐。喂，你哋唔好瞓覺住啊！因為我叫做黎明，今年19歲，係一位學生嚟嘅。今年新秀比賽已經進入第5屆啦。我希望對嗰啲落選同埋有潛質嘅參賽者呢，提供多啲培養同埋訓練嘅機會㗎。呢個就係我自己最大嘅願望嚟㗎。絕對空虛，無人捉我似廢堆。絕對空虛，情人這晚你熟睡。好嘢！哇，做咩一個有咁空虛啊？我哋唔係空虛，我哋研究緊歌藝點樣即係增長嘅。我咁算你啦。林志美啊，我想問下你咧，你唱咁多歌，即係關於感情啊，又唱得咁投入，你係咪拍得拖多咧？梗係唔係啊？咁其實我覺得唱歌咧係要加幻想嘅。咁當你接到歌詞嘅時候咧，如果歌詞入邊嘅內容係唔開心咧，你就要將自己幻想到係好唔開心；如果歌詞係好開心、好活潑嘅咧，你就要幻想緊自己係好開心玩緊。咁同埋唱歌，我覺得係最緊要係個感情要投入啦，同埋要將個感情咧係掌握得恰當好處，千祈唔好過火，亦都唔好唔夠，咁就係最佳嘅辦法啦。阿 Ken 啊，我想問下你咧，其實比賽應該要注意啲咩咧？比賽咧唔使特別要注意乜嘢，最緊要就係保持自己心情輕鬆啲。因為如果越緊張咧，就好容易會失水準，所以最緊要保持心境輕鬆一啲咧，就會好啲。啊，咁點樣先為之可以將啲歌發揮得好好啊？而喺台上面又自然啊，做台風又做得好咧？咁啊，其實台風呢樣嘢冇話邊個好邊個唔好啊，最緊要咧就係保持自己獨特嘅風格啦。咁另外點樣保持心境輕鬆咧？最緊要就係你唔好當係比賽，當一種經驗嘅吸收咧就最重要。咁啊，好似今次你選唱我絕對空虛啦，咁其實呢首歌難度都幾高下嘅，因為分3個段落。咁但係如果你能夠分咗3個段落嘅層次分得好咧，相信對於你嘅成績咧會有好大嘅幫助。希望係咁啦。不過雖然咁講啫，但我哋3個都好緊張。唔使緊張。唔使驚㗎，嗱，經驗咧就累積翻嚟㗎嘛，嗱，只要你哋有信心咧就實得㗎。好啦，喺度預祝你成功。預祝你成功先。多謝，余禮，多謝。我係孟景明，今年新秀歌唱大賽嘅決賽將會喺7月13號晚喺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，到時一定係好墟冚㗎。係啊，而18位參賽者呢，亦都會施展佢哋嘅渾身解數，去爭奪呢個5週年金威大獎嘅殊榮。咁喺決賽裏邊啦，除咗有4屆嘅新秀冠軍為我哋表演歌舞之外呢，我哋仲遠道喺日本啊，請到偶像級嘅歌手近藤真彥為大家表演㗎。大會嘅評判係有首席評判顧嘉輝先生、著名專欄作家林燕妮小姐、著名時裝形象設計師劉培基先生、著名作曲家林敏儀小姐、香港中樂團音樂總監關乃忠先生、電影紅星鄭文雅小姐、華星娛樂有限公司音樂總監黎小田先生、近藤真彥先生、東京音樂節評判 Mr. Danny O'Donovan、TBS 企業行政總監渡邊正文先生。記住，我哋喺7月13號新醫館再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